年紀大咗有兩種人嘅話，你絕對唔可以聽。一種係醫生，聽咗你會好憂鬱；另外一種係老婆，聽咗死路一條。係啱嘅。我最好我老婆又唔聽，醫生又唔聽，所有嘅人我都唔聽，所以冇乜。我自己活得好就得㗎啦，所以我一定會自私，一定會將自己嘅生活質素提高啲。你可以享受嘅時候，你就盡量去享受。你可以做咩嘢，你盡量去做咯。咁就算你有一日你有一個病㗎，咁你都唔使驚得太多啦，因為你已經試過啦，乜嘢都試過啦。而家嘅心態就係既來之則安之咯。乜嘢標準啊，乜嘢都去過啦，咁樣唔去都算數啦。我又唔會覺得有咩遺憾噶，有乜嘢就每日嘅生活隨時瞓覺，隨時起身，一起身就飲茶、打遊戲機，就咁咯，好簡單咋。邊個話叫我一定去咁，一定去咁樣就俾我鬧啦。有時趕人哋出去，你仲係管我，我已經非常之努力到呢個地步，係冇人管嘅，你仲嚟管我？生命的時針悄然停在83歲的刻度，蔡瀾先生帶着他特有的灑脫與通透，揮別了人間煙火。作為一個清醒的樂觀主義者，蔡瀾從來沒有去尋找人生的意義，或者定義自己一定要成為什麼樣的人，他只是很用心的生活，好好吃飯，好好睡覺，因為人生太有趣了。